哇，Labubu，哇，Chiikawa，有冇諗過透過代幣化，你可以由 fans 星咧做投資者，擁有你最中意嘅卡通角色？依家有個新玩法叫做 IP 代幣化，即係你唔止係通宵排隊買周邊嘅粉絲，仲可以做埋股東。Labubu 出拖鞋啊，出牙刷啊，甚至出廁紙啊，你都可以分一杯羹，有錢賺。咩係 IP 代幣化？知識產權代幣化咧，就係將啲無形資產嘅權利，例如版權啦、專利啊或者商標啊，轉做區塊鏈上面嘅數碼代幣。呢啲代幣可以代表唔同嘅嘢，包括擁有權、使用權、版稅收益權。簡單講就係將角色嘅版權變成區塊鏈上嘅代幣，你可以擁有一小部分 Labubu 嘅版稅收益權啦。佢未來嘅收益會透過智能合約分俾你，你都有得賺埋一份。Chiikawa 拍電影，你冇得做演員，冇得做導演，但係你可以投資做出品人，係咪都係用智能合約搞掂晒咯？如果有代幣化，你最想擁有邊個卡通角色？即刻留言話我哋知。